本文獲作家顏瑞歐先生授權轉載自佢嘅 Facebook， 標題係美國政要聲討共產主義，中國意識形態末路狂奔。早前特朗普喺公開場合大罵共產主義，最近盧比奧又作出一次長篇講話，聲討共產主義，話共產主義喺理論上亦係壞㗎。喺美國深陷伊朗戰場，貿易戰尾大不掉，特朗普剛剛訪華回來，對習近平好話說盡，呢一種形勢下突然製起反共大旗，有啲令人摸不透。呢一個會唔會係同美國建國250週年有點關係呢？畢竟美國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，係世界反共陣營嘅一杆大旗。回顧建國理想，重啟歷史演變嘅反思，因此想起反共大業嚟啦。另一方面，美國內部亦陷入左右思潮嘅互搏。民主黨嘅左傾觀念有唔少同共產主義思想有重疊之處，批判共產主義觀念亦等於向美國人民宣示左傾國策嘅危險性，對即將來臨嘅國會中期選舉有一定嘅輔助作用。再者，古巴係西半球唯一嘅社會主義國家，現今古巴經濟面臨絕境，正喺政治改革同政權垮台嘅十字路口。美國要干預古巴政局，有必要製造輿論影響，因此以批共產主義入手。最後，美伊正打得不可開交，其根源來自西方民主陣營同四大邪惡軸心嘅惡鬥。伊朗係小弟，大佬係企喺伊朗背後嘅中俄，俄國係半共產專制，中共係死硬嘅馬列毛主義。講到底，馬克思主義就係一個多世紀以來嘅世界亂源。馬克思主義不除，世界將永無寧日。以上數點可能都有一啲，亦可能仲有其他。不過我哋應該明白，美國國策上嘅所有動作都係來自美國維護自己嘅國家利益，亦來自美國對共產主義天生嘅戒心同敵意。自二戰結束以來，世界分為兩極，一係資本主義，二係社會主義，雙方互鬥經年，最終以蘇東坡一役而分勝負。蘇東坡之後，蘇聯瓦解，中共卻從谷底翻生，直至今日，國力之強，竟有膽問鼎治理世界。呢一個不能不引起美國嘅高度反省。中共之所以仲有欺騙性，仲能夠維持佢嘅專制統治，就係依賴馬克思嘅嗰一套共產主義騙術。中國人思想簡單，又唔習慣質疑，對一種迷幻若似嘅主義沉迷一個世紀而不能自拔，為中共嘅專制統治提供合法性。美國應喺戰略高度嚟審視呢一個世界，只有剷除咗共產主義思想，先至有安寧可言。一個國家有獨裁者唔可怕，比如俄國有一個普京，統治權術一流，政權仲算穩固，但俄人已經拋棄共產主義。普京在，獨裁可保持；普京不在，換一個人就難維持一人體制。因此，俄國唔可怕。中共國比俄國可怕，因為俄國喺由專制向民主轉型嘅過程中，而中共仲係死守馬列毛最後陣地。馬克思主義嘅欺騙性在於佢取悅社會底層民眾，將階級衝突轉化為階級鬥爭，轉化為暴力革命，轉化為共產黨一黨專政。馬克思嘅理論破綻百出，根本經不起質疑。如果不能揭露其偽善荒唐嘅本質，任其危害世界，結果就係資本主義世界要用更沉重嘅代價去對付佢，要作出更多犧牲，而且花費更多時間。今日美國國策最終決勝局仍放喺美中嘅軍事對抗，美伊戰爭只係前哨戰，到最後決勝負嘅仍然會喺美中之間。特朗普限於世局，只能先解決伊朗，再回頭收拾俄國，最後先至輪到中共。因此喺策略上，佢只能且戰且走，不使中共反面，同時消耗中共嘅有生力量，讓佢內部生亂。馬列主義已走到絕路，而家全世界仲有幾多人信奉共產主義呢？伊朗係神教國家，根本唔知共產主義為何物。朝鮮係金家王朝，3代祖孫被當神一樣膜拜。俄國只係普京一人朝廷，只有中共仲將馬列毛思想當作傳家寶。但中國經過40年改革開放，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，大量海歸學人帶回西方民主思想，底層民眾多年被剝削壓迫，亦喺度醒覺。即使中共自己9000萬黨員，
除咗依附黨可以發家致富之外，有幾個仲喺度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呢？因此，共產主義末路指日可待。喺美伊戰爭打得不可開交時，美國騰出手來討伐共產主義謬論，實際上係一種戰略性嘅動作，既在自己國內敲響警鐘，亦令世界各個角落都聽到。共產主義就係一種政治迷幻藥，初食令人飄飄然不知所以，直至上癮。要戒除有相當困難，但共產主義始終同歷史相違背，同人性相抗揭。喺現實面前，馬列無已走到崩潰邊緣，美國之反共正係替佢加一把火。揭露同批判共產主義，揭露同批判中共嘅罪惡，不但係美國政要嘅責任，亦係我哋每個人可以做，亦應該做嘅事。馬列無係一種可怕嘅政治迷幻藥，一旦沾上，要戒除係好難嘅。再加上中共嘅洗腦文宣有一套行之多年嘅有效手法，好多中國人又係思想嘅懶漢，做奴隸做得好自在，要令佢哋幡然醒悟好唔容易。從呢一個角度睇，特朗普同盧比奧嘅反共言論，不管出於乜嘢現實目的，都係金玉良言，應該得到全世界嘅積極回應。只有從理論上徹底摧毀共產主義，先至能更快有效剷除邪惡軸心。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並唔反映大紀元立場。